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好吧》，我是明珠。今天呢做两个料理啊，其实非常的传统。如果你有在那个客家人，通常是在拜拜之后，或者是说呢过年过节的时间，或者是两个泡菜，我们可以把它比拟做像是日本的天妇罗哦。到底要怎么做呢？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吧。当然喽，我觉得像这个天妇罗也好，客家人讲这个重点呢，就是它的酥炸粉。那酥炸粉呢，每个人调方式不一样。那我们现在是用最方便的方式，也就是用低筋面粉跟1颗蛋下去。现在呢，我们这个泡菜我先把这面糊调好了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泡的有什么东西呢？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单字地瓜。这是叫做番薯。另外2个观众朋友可能应该知道，这个是芋头乌味，然后还有红萝卜泥印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炸好了，我稍微把它沥油一下，等下就 OK 了，很香哦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的天妇罗已经做好了，请试吃员来品尝看看。你爱吃天妇罗吗？爱吃。OK， 好，你先帮我们吃吃看喽。还 OK 吗？我自己也吃吃看好不好？好，还蛮香的。很香。其实刚才问你说这个你喜欢吃天妇罗吗？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客家话，就叫做好吃泡菜馍。你好吃泡菜馍？对，你不是客家人，不是，讲得很标准哎。真的吗？那如果像你喜欢吃天妇罗的话，你就可以说奶好吃，奶好吃。对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学做这道菜，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多朋友去日本的时候最爱点的，也就是这个天妇罗喽。其实天妇罗硬要跟客家这个泡菜讲在一起的话，其实它真的是非常的相像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学到的也是要来复习的第一个词呢，就是天妇罗、泡菜、泡菜。第2个呢，来看到的就是地瓜、番薯、番薯。第3个，我要来问你们喽，你喜欢吃天妇罗吗？好吃泡菜馍，好吃泡菜馍。你喜欢吃天妇罗吗？其实呢，这个日本吃的这些炸物跟台湾客家人会吃的这个泡菜真的很相像哦。其实可以自己 DIY 喽。好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